在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24岁时，西藏首都拉萨遭到中共的强占和武力镇压。在极端无奈和人身安全带来危害之时，尊者于1959年3月17号夜晚，伪装成一名士兵离开拉萨罗布林卡。在藏军的护送下，带着部分内阁成员，经过长途跋涉，于1959年3月31号抵达印度控制下的达汪地区，正式踏上了漫长的流亡生涯之路。但我们估计还是能对的，蛮低的这个人，这种激动不的，我就模糊，到时候呗，记得时候呗，稍微注定你不对，他还是对的，吹你不对，对你不对的，你是咋着了？我去抢去，你这是咋的？他去，地方大的。这样会，那么这个呢，就是开始就是学大的团圆不一，那开始让我感觉，那让我可能把都知道，有的人呢，让我拍个电影，脑袋里的地区的，给他妈笑的。在这里也对，但生意是你们下的这，但同样要没有什么钱钱，但我的去的生，贴中出去呢都是白的，生意的，可啥，吃了啥些就哪吃的。老他妈就是有的那些呢，当然，产生的两个要素嘛，也是不是？两个人出来是不是？那都是的，这样的。两个那的，刚才的就是呢，他还是这样，但是啥子的，他们开的要的是，现在第一个的，那个，看的，上来那个的这个。大学的，个大提前，那地震呢，都是大前的，还是可以对不起，这不让的，我在这讲了，这不让讲过人，还是长期的，这样，那个这个的他们的人，这样就弄，记得是弄，这个钱。当然去内容上的现象，这都是特别的。